嘿，青怡，你好，你好，你好，歹势，嘿，你好，你好，我我咧，毋知影是9点半才开始，还是对啊，9点哦半，，OK。我想讲我慢20分，真歹势，我，所以是我早对啊，我早我早10分钟，耶，我即摆太咧试吼，夸张了。你敢有看到诶，我诶物件？有这大概是幅图叫做 Mandy，哦，安尼我会晓讲啊。大概伤一细腻，点钟，袂，我有甲伊用好势，你念的迄个，我后来我拄拄甲感谢上帝，我拄拄甲伊创了，伫你是咱内底。你是用啥物款 program？哦，迄个叫做 Cow Cap Wing，Cap Wing 是哦，一个，Yeah，I think it's a Cap Wing，I cannot explain Cap Wing，我都伊无法度用台文，所以诶，我就爱一句一句用，安尼哦，啊，所以我咧做了所以我时间咧，所以我先用，我差不多用3点钟，我先用汉字用了，哦，我先用汉字用了，伫咧一边用了，啊，我看你的声音对好势，我才用台文，因为我用有一届，顶届咱伫创的时阵，我有试讲，哦，sorry，我有试讲用迄个，敢若 AI 还是啥物货，但是伊无法度用台文，所以伊即马造出来有的时阵伊用汉字加英语，但是拢乱七八糟，啊，若干所以若汉字敢有法度，汉字嘛是怪怪，因为汉字咱是有办法，用台语，嘿对，我有试过几若个无共款的软哦，体，目前为止伊也无法度用甲真好势。啊，像迄拄则我用 menu 安尼用，我嘛是有看到错误的所在，对无？错误哦，错误对无？嘛是有对无？嘛是有毋对的所在，所你是以嘛是。讲迄个，比如讲我写诶物件毋是你错误，写诶，是我，软体里我因为错误，我甲伊输入入去了，有诶时阵嘿，因为迄个字体无共款，或啥物货，伊嘛会哦，改变一时啊。因为咱诶台文，你诶台文我毋知影你安怎拍，因为我毋捌，从来拢毋捌用拍过迄个台文。Hello 我讲 Christy，吼，你好，迄款 punctuation。台语要安怎讲，我袂晓讲。总是迄个 punctuation，咱台文有迄个即两三是有几来7、8音，对不对？迄款诶，哦，我都毋知影。嘿，我迄款诶，我都讲吼，毋知影对啊，是毋对啊 我我甲你迄个？Sorry，你上电脑还是上手机？用电脑啊，诶，电脑吼，我较诶，送一个 link 互你啦。好好好，迄个 link 吼，伊迄个是诶，伫一个叫做信望爱吼，台哦，湾迄我得，信望爱网站。诶，啊，你遐有一个，你入去遐伊有一个叫做介轻松的输入法啦。我该紧张哦，我就需要诶，我就需要诶，诶，啊，你即摆你先甲用入哦，去吼，哦，啊，这我来伊个足学看好用诶，就是觅啊，讲哦，你会当你学罗马字了对无吼？好好啊，伊好，会当用罗马字，啊，你甲伊拍汉字出来，吼。啊，好好，是讲你用迄个简单诶 keyboard，啊，你甲嘿，拍出去吼，嘿。啊，伊就会当互你迄个罗马哦，走出来安尼嘿。我因为呢，我过去的30年来，我拢毋捌用过台语拍字，我嘛还咧用汉字。对对对，伊种最近伫咧敢若伫咧迄个妇女会伫做义工的时阵，才需要用汉字。无平常时啊，我无伫用汉字的，对啦。所以对我啊，来讲，你若是用迄个 iPhone 吼，哎，伊有一个叫做介轻松的迄个输该入法。紧张哦，毋是啊，，OK，叫做罗汉卡，哦，罗汉卡，啊。叫做罗汉迄边来，卡的输入法。你敢会当麻烦你用迄个咱写互我看，因为对，我毋知影。我会送互你嘿。啊，罗哦，汉卡吼，多谢，啊，伊迄即马就嘿，是，即个足好用，伊迄是日本话啦吼，韩国哦话、韩国哦，文拢会当我无后遐搞，
我嘛袂晓，但是就是讲，无要紧，佮有学习的空间就侪，进步空间就侪。我我我来找这送互你。不要紧，嘿，无，等我较正啊了，我4送。分钟，不要紧，无急。我先来甲人通知一下，讲咱开啊，好，后顶会讲清啊。后顶赶紧去公证，赶紧公证。OK，学问生伊平安，大家平安。不用说哈，保防。保防哦，我也歹势，我不是爱对毋对去。安尼我搞我。恁花莲吼，即摆罢免拢过吼。二阶已经过，即摆第3阶是要投票，还阁一遍。所以傅昆萁第2阶过啊吼，过上悬的2阶足悬票的，都互家己足踊跃。安尼好佳哉。我想讲伊改变袂倒咧。毋过还阁第3摆还阁投票呢。对啦，第3阶至少第2阶有过吼。有过啊，系啊。即晚大家较有觉醒啦。所以我咧本来想讲傅昆萁要第2阶要过嘛困难，结果佫上真正，真正好佳哉。哎哟，太苦啦！因为足侪代志做了伤离谱啦。对啦，伤离谱啦，伤过。大家拢会慢慢会方法觉知影呢。真正吼伊这算是第2阶过，搁爱第3阶。第三阶是算，就是讲罢免，搁爱到第3阶才会罢免过，唔晓。第3个即马有会使甲伊提名，讲要罢免会使，即马做名册，摆就爱投票，就是阮花莲这选区爱投票，投票迄同意票，有一个门槛叫做户定啦，有几个户定，第使几个户定较爱几票，因为阮总投，比如阮花莲总投票人口有几成，有同意甲罢免，第一就是有过，第二就是若是讲因无同意罢免的人较济超过同意的人，安尼嘛无法度过，因为若讲伊动员足济人出来投票，讲无同意罢免，因的票佫悬过。悬过同意的人，安尼嘛是袂当过，所以吼有还佫两个迄个，还佫真困难的吼，还佫真困难的，还佫真贱的啦，还佫真贱的啦，实在是吼。哎呀，伦丁，老大平安，平安。你的迄个我送 message 互你吼。嘿，想拢你拢收袂到的款。对一个，你讲面册哦，我看一个哦。面册挂伫 message，我嘛毋知影讲到底是安那，迄是面册还是 message？我无，我看一个，我无看到呢。当时啊，我看一个，敢毋就会看，我看到这边是4月初2啊呢。安尼吼，奇怪，安尼可能我顶礼拜有送的，拢收袂到。奇怪呐，安尼可能毋知哪，可能，好，我搁检查看觅。因为我有些手机啊，即摆甲迄个网络个会无共。对，我看一下。对啊，我手机即边嘛是4月初2，毋知后壁敢。
我拄啊一阵仔走无去吼，嘿，即马无去，即摆敢有？即马无画面啊，，你无画面吼？嗯，我看下啊，安尼有无？有安尼敢有？有爱清楚无？清楚，嘿，好，有清楚。咱即摆有几个人？啊，我有一个朋友讲要来，毋知影我要来啊。对，我无确定。伊诶，即敢摆图你来敢看会着？恁敢有看着？我今我即仔要摆无呢，我即摆是看无无看着图吼，安尼我要那个 share 好没有？等你 Facebook，迄个论坛你这你较牛吼，你敢袂当去我的 Facebook 甲调出来？放伫好，迄个你的面册吼，好，放伫迄个台语 family room 遐啦，台语翻问我，嘿，你面册顶头，嘿，伫台语 family room，我有一个 group 叫做台语哦 family room，我找看觅，因为我我找等者吼，遮面册，台语我看我敢毋伫迄个社团。哦，我先加入迄个社团，因为我无伫迄个社团内底。你无伫咧社团内底啊 ？OK，好，我即摆就去啊。这八，哦，好，我看着啊。啊，你看到一个图无有， ？OK，安尼我啊，我这边会当来分享哦，安尼好哦就拢看得到。安尼吼，啊无，互你分享看嘛，好。好，安尼我先切去看，换一下啊。换一下。安尼我即段爱先退出来，我先退出来。但是安尼足细哩。安尼，哦，你可会当调整哦。对，哦我会当。奇怪，我看袂到顶头。我安尼看是会使哩，啊，但是好，毋知安尼。别人看得会清楚无？大概可能爱甲我讲看有清楚无，我才看个安怎瞧。我是有你看着字，无看着我才有看到字，对，安个对，哦就爱安尼。然后就爱 pan 对 over，，敢若目前敢若无法度详细。对 OK，安尼你会当，安尼要读个先较大哩，啊无咧，我好，要讲，读我就讲嘿。咱即摆就逐个先看即幅图一下，啊，较顶啊，较顶啊来读，啊，就较知影讲哦，啊，原来即个意思含你想的有共款无安尼？好。啊，今仔壁图敢会来？无看伊请假，迄个桂兰入来，今仔语文有请假啦，伊讲爱顾囡仔，当然，所以今仔伊无来。好，无安尼吼，咱先安尼看即幅图，咱用1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下吼，啊，较顶下咱就来读这篇文章，好无？好。毋知大家看即幅图，初看有啥物款的第一个印象是啥物款？
咁即马就要讲，我先讲我的啦，吼。好，含即马咧写完全拢无共款的迄个，无共款的气味啊，无共款的切入点啊。我第一日看着吼，我讲靠，这遮尔啊，这咱 stupid 的人啊，遮尔啊行逆的人哦，头壳安尼互讲啊破去吼，啊个家己摕即个撮迄个遮个喙片吼，来互补安尼。好，因为伊即巴图是伊迄个算是一个叫做 microaggression 的一个 series 吼，所以我怎么想遐去，结果毋是诶，伊是讲即个这是阮后生话啦吼，伊讲伊诶意思就是讲，咱有时啊，咱家己诶时间吼，咱受伤要补家己，还是讲要恢复家己诶时阵。咱爱靠一个 community 较法度啦，啊无咱拢不时干用咱家己诶视觉啊，吼。伊诶迄个解说是安尼啦，吼。所以我较甲即篇是我写安尼啦，吼。好，啊无咱就来分享，吼。咱来读，轮流来读。是哦，我即马咧家己创起一个 PowerPoint，看好。好，OK。对。我看你咧做这足厉害。无啦，我拢是迄落直接用有足侪现的编的做好的，我就是家己创起白安尼，尔。我想我顶分享。Stop. Share screen. 我即马咧创，等一下哦。这样，第三段第四。这是好，毋知。应该会使啊。好，安尼看敢会较好读。好啊，安尼会使。好。安尼无，迄个你先来读啦，好无？好啊。好，这幅图叫做 mending 修补。伊互咱看见一个足深的道理，亲像艺术家所讲，有时阵咱人是需要修补的。咱伫世间行踏，难免会受伤、会跌倒，心灵有时亲像这幅图正边迄个人，头壳若像灰仔摔破去共款。这破去的头壳，毋是指咱肉体的头脑，搁较像是代表咱破碎的心灵、受伤的情感，也是失去的愿望。好，继续，好，再来睇下。咱看迄个头壳破去的人，伊的身躯穿战甲，若像是想要保护家己。毋过心灵的破碎，终其尾无法度完全避免。毋过伊的姿势是谦卑的，双手捧一个盘仔，顶面有伊破去的喙片，这表示伊承认家己的破碎。
嘛愿意接受帮助，这敢毋是提醒咱伫，这敢毋是提醒咱伫上帝面前，咱需要承认家己的软弱甲有限，咱毋免假做坚强，因为天父知影咱一切的需要。雅各书4:60讲，上帝甲骄傲的人对敌，赏赐稳定，互谦卑的人。当咱愿意谦卑来到主面前，承认咱需要被修补，就是领受稳定的开始。好，画面多谢。好。哦，贵兰姐，你敢有伫遐？有啦，电脑版的看无啥有伤细字，我即摆咧用我的手机来我看。会使搁较大字，让我一下哦。即摆是第到第几集啊？我等我一下，我会当搁甲送。即摆因为我分集了，我无可能大家看的，敢有小第三段，我煞无法度搁较大。嘛，搁看嘛，毋是，虽然垃圾的。画面中搁有2人遐。对，嘿。哦，贵兰你是用手机咧看，所以较细字。系啊，我这个看。我甲超大字，毋知敢有效。等我一下。安尼敢有较清？有啊，你继续清诶。安尼，画面中阁有2个人，甚至阁有一支神秘的手，要来斗相共修补。这几个人就亲像咱伫教会内底的兄弟姊妹，是基督的肢体，咱受着。若是要求家己的医治，嘛要伸出援助的手，关怀扶持身边有需要的人。加列太书6章20讲，恁着互相分担重担，安尼做遮的是底是安尼做，才是底实现基督的教示。搁看倒边的查某囡仔足用心，中央迄个可能感觉若像底尽责任。这嘛反映教会生活的真实面。有时咱出伫爱心来服侍，有时可能带淡薄仔勉强。总是当咱愿意顺服去做，上帝的疼心就会当透过咱流出去。这个较细字啊，我搁抄起来。好，安尼有别人要来试看卖啊无？今年你敢要来试看卖啊？练习一下。好，好，那我就来我放上。好，上帝着咱注意的，敢是上帝着咱注意诶，特地咱注意的。上帝咱注意的是修补的方式，用
应用的应用的是日本的金宝，敢是金宝的金的宝嘿，金出去金宝的特特别的别所在的，所在，是甲离婚离婚离离开的离婚嘿，离婚藏起来，假做无发生过，颠倒是用金擦甲伊黏合对，了解，描绘绘出来，对，袂歹，互迄个看发函嘿对嘿，看发函变成变变做快变快变做上水，敢是对上水对嘿，变做上水上变做用特别用上上水，个来上上特别水上特别的记号，上水上特别的记号，咱的生命嘛是安尼， ，OK，歹势袂歹哦，要用诶，我别人看，好来嘿，迄个可惜你到尾读，我拢毋敢甲你叫，只爱敢饲，较会进步。无你今仔敢有要饲？无要饲，无要饲吼，好，安尼无咱伊迄个保护者敢有读啊？好，我来读来。再来上帝医治咱，毋是要抹掉咱过去的伤痕，颠倒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甲圣神的爱，亲像迄金色的贼共款，甲咱的破喙粘合起来，互咱的软件变做坚正。见证，变做，互咱的软件变做见证伊的大能。迄道金光，就亲像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所讲：我会恩典教业你用，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气力会当完全发挥。咱的伤痕经过上帝的安排甲医治，会发出荣耀伊性命的光彩。好，多谢。详细字我个瞧。好，安尼拢有读过啊吼。无我来试看觅啊吼。这道我家己读看大字。来会使，好来。迄支写毋对去吼，迄支毋知对倒位伸出来的手，粘金色的碎片，互咱看见除了人的帮助，阁有上帝奇妙的作为，圣神亲身伫咱中间震动，有时人的力量有限，但是
上帝的恩典甲圣神的气力是无限的，伊会伫咱想袂到的时阵，甲超越咱会当了解的方式来医治、来供应。我记得两个。OK， 好，安尼看学生要读了。我来读。好，咱大家拢有读过啊吼。好，安尼我来。好，安尼，咱来彼此相听，咱来彼此相听。彼此相听，亲像圣诗521首所唱，咱决意相听，这是咱的决心，嘛是耶稣的命令。毋过，咱嘛承认，靠家己，咱常常做袂到，所以咱需要求圣神来帮咱，求主帮助咱，伫教会团契中，谦卑接受帮助，嘛勇敢伸出援助。愿咱每一人的性命，无论经过偌济破碎，拢会当伫上帝甲正体的疼痛内面，经验金宝的稳定，互离魂变做荣耀的记号，见证上帝伫咱身上奇妙的作为。好，多谢。会当免分享啊？上，嘿，对，来自由分享。我来甲迄个画面，我甲先甲切起来。好，我你迄个图会当个迄个啊，迄个表示迄个显示迄个图啊，迄个图是趣味哈。那我一个哦，安尼我得分享这个，安尼好，对好，会使。好势。别动。歹势，我即摆做一份，较继续。不要紧，阮拄仔读了，即摆要开始分享安尼，嘿。好，等我听恁分享。好。这是龙光兄写的哦。其实即篇是我写了我阁想讲，我叫 AI 应写做较适合查经的文章啦，所以这读起来小可崎崎你有感觉？你个感觉小可崎崎？感觉我本地无讲，其实袂感觉。对，我家己有写一篇啊我叫 AI， 我就要甲试讲 AI 看偌厉害啦。甲伊好讲好，无你给我写一篇较亲像即个适合查经的教材，就走一篇出来。佮另外佮甲伊写一篇讲无我佮叫迄个Gemini甲伊讲拜托你佮订写，写一个较适合一般人像讲咧写订立杂志迄种 style，两种起来拢无迄个气味也无同啦。中心思想是差不多，因为迄个其实是我差不多写甲差不多嘛。我佮叫伊佮订写，所以这 AI 是讲有够厉害，因为圣经才拢伊去揪出来。本地是伊揪出来 generate 迄篇拢总有差不多1000外字啦。我甲伊除掉2段去，煞变做600几字。了后我有个迄个经理佮足好心伊了足侪时间，伊讲你爱这伤长啦，咱读袂落去我佮去甲切一段剩差不多200几字检查确定经理你来当你敢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安尼？
会使，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诶，迄个你伫咧用 Gemini 的时阵，你是用汉字还是用台语写？我拢用英语写，诶，哦，用英语，所以你诶，因一开始用英语问 Gemini，叫伊写一个文章，你才可以用 Google 哦，毋 Translate 是毋是安尼，我是先用白话字写，白话语。OK，我即摆要叫咧 comment 吼，我咧用英语， OK，我甲 comment 用英语啊，迄 comment 我拢足简单诶，就是干来讲translate to English 吼，是讲是罗马字诶时阵，我要改做汉字诶时阵，我就是甲伊写一个 convert to 台语汉字，拢走出来啊。甚至即马伫迄个 New York Times 我来 copy and paste 我去到迄个 Gemini 甲伊讲 translate to Taiwanese 伊会走两纸出来，一纸是台语汉字，一纸是白话字即马若迄个小可有叮当就搁甲改，小可改一下，普通即马爱改诶机会无济啦嘛会当讲 output in 白话字 only 伊就甲 output 就是罗马字 only 安尼，迄是真好用啦嘿。毋过中心思想你若完全拢无互伊讲伊写袂出来，伊写会足，会写出来，就是写甲足奇怪安尼就对，含你诶意思会差足济啦。你若差不多你诶意思拢写完整啊，对无写完整啊了后，你要互伊无共款诶 style 伊会当甲你改安尼啦。即篇就是一个好诶例啦。我阁有另外阁有叫伊写一个讲较适合一般诶艺术杂志诶迄伊嘛是甲伊写一篇出来安尼，所以这个是有够厉害。安尼，迄个我会当甲逐个人分享，迄个梁公兄伊写诶，我请伊甲伊浓缩变较简单诶，因为我要用汉字，我毋知影讲白话字较台文，敢是安尼讲？嘿，就是咧台文内面有白话字，嘛有汉字安尼嘿。对所以我因为我认为安尼册做较短较迄个梁公兄伊有讲，伊有一个 audio recording，我甲伊 match 起来安尼，所以我会当互逐个人讲，伊这2分钟尔，所以我会当甲逐个人 share 即个好， just a second okay 我先注销迄个画面。okay just 1 second okay 1 second okay so 恁敢看会到我的 media player so I made it 我等于是讲我甲伊变做一个 movie 安尼 so 所以呢so what happened is that 即马咱伊的声音会讲字会 match 安尼即摆是有声音，敢都无是？声音阮遮听，有声音毋过阮听袂着。你听袂到会遮听安尼袂？敢会无可能是迄个 Chrome，即摆毋知你敢是用 Chrome 这个迄个浏览器，敢若若是 Google Meet 爱分享的就爱用 Chrome 的迄个分页对。用 Google Meet 爱安怎？要紧我会当 share the other， 我个另外一个方法 share， 就是等一下哈。Okay， so 这个你敢看会到这个 ？Okay， it's a little complicated， but okay。So anyway， 我会当甲伊变做隔壁迄个查某囡仔。喂 ，sorry， 有啊，听啊，嘿。安尼听会到吼，安尼咱为头前开始 ，OK，good。Okay， so 即幅图合作缅甸，是咧讲一个修补破碎的故事。画面有2个人用银出去
伫受报朋友破去的头壳碗。金竹器是一种日本人捕鱼仔的技术，伊特别的所在，毋是甲离魂藏起来，假做无发生过。颠倒是用金刷黏起来，金色离魂的线条，互本来是缺陷的，变做美丽的记号。神圣诗第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我若拄着心烦恼，你着替我来祈祷。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上主看到就欢喜，求圣神来帮赞。头壳破去迄个谦卑祈求帮赞，倒边迄个查某囡仔足用心，毋过中央迄个敢若是咧尽责任若定。咱帮赞人，有时是出于疼心，有时是出于勉强，总是当咱决意三听，上帝恩典就会降临。搁斟酌甲看，当年有一支毋知对倒位伸出来的手，嘛摕一块金布片，咱看到圣神嘛来得帮赞。耶稣叫咱着三听，咱若三听，众人要知咱是伊的学生。人生路途有时平坦，有时坎坷。咱若克服人性的软弱，尽心互相补足，尽力彼此扶持，安尼咱做袂到的，上帝会来帮助咱。哇，多谢金怡，你了3点钟去做哦。我较还慢，所以这个困难就是stop share。这个困难就是咱即马咱用台，因为我想要用迄个声音伫讲的时阵，拄啊好对着迄个字。啊，平常时啊，咱伫咧用迄款 subtitle 还是 caption， 就容易会当用一个语言，但是袂当共时阵两个语言，所以迄是即马的问题，安尼。若干若一种，干若是，干若一种较简单。干若白话字，安尼就较简单就对啦。干若一种，即马你拄啊看到的，就是迄个白话，伊就会走过你讲的，就伊无完全的 match。我嘛是爱去甲迄个字掠过，看你的声音对调的所在。啊，但是咱用迄个咱的台文，我都无法度互伊共时阵声音讲伫的时阵，迄个字的 light up 的迄个 highlight 起来安尼，所以英语是上简单的，英语的对，就简单的就真紧。但是因为咱的字体，咱的字体加文字，佮无伫咧迄款迄个软体内底，迄款的迄个 film production 语言内底，因为伊会买当翻译，伊会当翻译叫足侪无共款的语言，但是无台文也是台语安尼。哦，你足好心嘞，歹势。啊，歹势，我听袂。迄声音是迄个 AI 念的个。毋是，是迄个梁公兄伊先读的，伊录音，伊写完了后，伊录音啊，用一个 audio 的迄个，啊，我甲迄个字加声音加迄个图甲做伙安尼。其实掠准 AI 读的，我是讲来读甲遮水，而且可是就更爱声足恐怖的。我是讲爱较认真的。你会当甲头拄迄个影片送过来，互我甲亮光。
有啊，伫咧咱的咱内底啊。已经有啊遐。诶，我你拄仔我送咧，最多才创好势尔，因为哦，我一你对啊，开始这上，歹势，因为我用好势的时阵，我第一届是用有汉字的，因为我较看有，我才会当用。我第一届创的时阵爱用汉字对迄个龙光兄诶念的声音，安尼我才会当了解。啊，然后我才去找迄个台文，因为迄个台文我安尼看，我看无嘛念无，罗马音的台文我看无我嘛念袂出来，所以我就第一个对我的学习的，我即摆伫咧学习的方法就是先用我知影的，看我知影的声，看我知影的字嗯，对做伙，我再搁去用迄个毋捌的，才来甲伊用迄种 punctuation 一句一句安尼对安尼，哇，所以这哦，是一个。你开时间有差呢，你今仔日安尼念着要进步有够济。我个有进步空间是大诶，哦，诶，所以我想对毋知影诶人，就是所以我是一个足好诶example 迄个对毋知影要怎读诶人，就会使，就是爱就诶思考诶方法，可能就是安尼，咱就爱用，咱就爱摕一寡咱知影诶物件，啊，然后用迄个像迄今仔日诶 example 例子，就是讲用我知影诶汉字先做一个帮站，然后对迄个声音对好势了后，咱才搁去学台文，安尼对我来讲是安尼诶一个过程啊。但是因为我诶主要诶，我即马伫咧美国主要诶语言，敢是安尼讲？古人，语言是英语嘿，啊，咱平常时啊，阮无讲，较无伫讲台湾话，还是我迄个普通话。其实你嘛免烦恼啦，阮即马伫台湾吼，嘛是拢看你诶环境啊。其实嘛敢若亲像伫外国共款啦，嘛是有即个情形啊，嘿啊。对，哦，迄是迄毋是一个烦恼，是一个无共款的烦恼。烦恼是惊迄即个文化无去。我家己嘛是，因为咱细汉的时阵，我伫咧台湾大汉的过程，就是讲，伫咧厝内底是讲台湾话，但是去学校的时阵，就是袂使讲，啊，所以怎啊变做无用迄个台湾话嘛，怎啊无去啊？因为咱伫咧用的有限，咱用的只是迄个生活的敢若用讲，较用听，无用写的，所以咱目睭看的是汉字，喙讲的有的时阵的声音较迄个无普通话的发音，才无啥会起来。这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其实我若无来学习，嘛是共款袂晓啊。啊，开始嘛是亲像你安尼啊。所以就是我较早学习安尼尔，差别伫遮尔。所以咱拢爱来用迄个金出奇来补用，来用，拢爱互相帮助。好，咱应该来讨论咱这篇的画图的这个100度的意义哦。我感觉真趣味。我感觉好佳哉，我今仔日拄好有法度来，因为就感觉这篇就拄好甲我即阵啊
生活有对照，对啊，对对，嗯，就是家己来，甲身躯边的朋友。对啊，讲你的经验，互阮互阮听者。好，就是阮身躯边的朋友本地就拢固定，拢有读册会嘛，还是讲平常时开会啊，做伙做代志，一定拢会有足侪爱讨论的。啊，阮即阵人一直以来，就对2016熟悉到呾的风格嘛，是阮即阵拢足想要去追求，要当建讲嘛，就一直讨论代志啊，嘛一直反省家己倒位做了对，倒位做了毋对，啊，咱所做的。也是咱所讲的，到底甲咱的目标敢有符合，安尼就难免会有足侪检讨啊，甲讨论啊。咱其实嘛是拢想要安尼，毋过一定伫即个过程之间，一定会有互相提。你可能我感觉我是提醒对方，安尼敢是爱个想看觅，还是感觉无啥特动，啊，毋过对方嘛有可能因为安尼受伤，就互相。一定拢有即款经验，所以我感觉啊，受伤了后要安怎处理诶，即个过程，我感觉就有影，就是今仔日讲诶迄个进步啊。而且我感觉中国兄即篇写了最好诶部分是，无甲重点是放伫咧修补，毋是放伫咧安怎破碎，因为真正是每一个人会着伤诶所在，拢毋知嘛，袂堪。有诶人你安尼甲讲，伊会堪一；有诶人你安尼甲讲，伊袂堪一。所以安怎破碎，敢若毋是重点啊，即篇嘛无强调安怎破碎，啊是强调伫安怎修补，啊爱交互，毋是干那靠家己，爱交互身躯边诶人来帮衬，啊交互佫较大诶迄个存在，对，啊着拄好对照着我即阵啊身躯边诶朋友诶经验，啊佫有着家己诶经验，安尼，着迄个经验包括讲有诶是较即阵啊，有诶嘛是。较过去，像阮迄个阵，可能差不多16到19，可能是上定咧冲街头，啊会互警察拍，还是讲即警察拍迄个准煞。毋过，若是讲一定难免会拄着迄款组织之间，还是讲人甲人之间合作无欢喜诶代志。毋过，着足明显看，已经经过遮侪冬，因为2019了后，着较无迄个，较无遐尼冲诶活动啊。毋过你会看，经过即几工2019到即马嘛是5-6冬，毋过共一阵经过迄个时阵诶经验诶共一阵人，即马因阮咧做较无共诶时间嘛，较早咧拆厝，即马想要来起厝，毋过有诶人讲起过去遐诶共同诶受伤诶经验，是徛伫共一边诶人哦，对，过去迄个咧出代志诶时阵是徛伫共一边诶人，毋过有诶人有法度较轻松去看待过去遐出代志诶。空喙，毋过有诶人其实嘛看有诶朋友，即马讲起过去遐个出代志诶经验诶时阵，犹原是看会出来因抑阁足受伤诶，会足生气诶，无想要讲。我感觉迄拢是迄个过程，着看会出来大家诶迄个修补诶，对修补即件代志诶理解，着敢有法度甲过去出代志甲受伤变做是即马诶一款类面，嘛看会出来即个状态，嘛希望。对啊，身躯边诶朋友，敢若慢慢拢越来越有法度修补，互相修补，安尼对。大概是今仔日读即篇诶时阵读着诶。多谢论庭诶分享，你甲即个重点拢有讲着呢。其实我会感觉讲即个重点啦，我咧看重点，我想上重要是迄个群体性啦。就是讲你咧修补你一个人诶破碎吼。可能迄嘛毋是你家己诶毋对，还是一个群体诶毋对，拢有可能，所以即个人伊真谦卑，伊也袂讲安尼我安那也袂互相怪，伊安尼就是照起工甲迄个盘仔摕出来伊遐朋友有诶人，又去较趣味诶，伊迄个就是讲一个安尼无安尼袂输咧做勉强诶一个是足用心诶安尼这表示讲咱拢有无共款诶情形，毋过就是讲，这是要补遮诶物件诶时阵，就是爱有无共款诶 perspective 啦，就是讲无共款诶视角诶时阵，代志较会好势
所以是伫基督教内面较无咧讲团结，伊是讲合一啦。合一，咱即摆，像咱若是想讲，即两项改成是哪共款，但是其实无共款。合一是变做讲你家己还阁有家己的意见，但是你会去参考别人的意见，你知影讲你是群体的一部分，所以咱咧斗起来，咱要去完成去较大一个使命。所以讲，若团结就是有可能会感觉讲，着巩固领导中心啦，是较无共款。所以是我是感觉即两项就是讲学习谦卑啦，这拄足趣味，就是讲咧写的时阵，就去我足自然就去想迄条叫做《圣诗521首》迄首诗是咱教会足熟的一首诗歌特别是有教会有小可，逐个安尼期末字无好，还是讲两边有小可安尼咧分裂，还是啥物物件的时伊就会吟这首圣诗。我感觉这首诗有三个重点，我感觉讲足人值得咱来想啦第一就是讲你若无拄好的时阵，我要替你我要甲你帮衬第二点是讲我若安尼领心倒退的时，你爱替我来祈祷。所以是有时我会想讲，到底是替人祈祷较简单，还是讲承认家己的软弱，招人替咱祈祷？咱讲诚心的啦较毋是讲凊彩嘴讲的。我想检采是承认家己的软弱，要叫人来帮衬这较困难。而且第一，你爱有自觉你爱自觉，你知影你对待发生错误，像你伫可能知影伫某一方面发生错误，伊还阁无够深入有可能别人按别人角度来你看搁较深第二个，我讲这首圣诗较趣味的，就是讲伊刚才迄个咱决意三听伊连续唱3遍离副歌的方面，我三听伊个决意呢所以是这是我这是就是讲咱决意，咱不管安那，不管期末是好歹还是啥物款，我还阁对你还阁小可有一感觉意见，对，毋过咱立志咱决三听所以你当咱安尼的时阵，上帝看到就欢喜安尼到尾求圣神来帮衬，咱阁相信阁有一个超过咱的力量超过咱人的力量，会来甲这个代志做完满安尼啦大部分是这幅图我写的这物件可能是安尼可能含这幅图差无偌济意思我相信较无我无还阁无和阮囝讨论过毋过我相信是应该是差无济啦。赞诶！你敢知影迄个咱决意三听这首诗是啥人做？迄是一个孙雅各牧师娘的款啦，是一个过来伫咱台湾的一个迄个宣教师的太太。迄改成是咱台北因太太写的。毋是，应该毋是我会记哩是讲，敢若是咱台北伊嘛是有一点受伤实际无想要做要转去因太太嘛是外国人就写这首诗送伊，才去回复伊的迄落。Margaret Gall 啦，叫做吴玛丽啦，我迄个因翁的名，敢是叫做孙雅各是啥物款？我即摆记袂起来。伊的名是叫做 Margaret Gall Gauld 啦。有可能伊写这首诗的时阵是因正当的迄个情景啦，可能因两个翁仔某咧袂爽快就写出来，嘛有可能啦毋过伊咧写出来的时阵，安尼的时阵会当鼓励足侪人，因为迄是人性嘛，就是讲写着即个人性的部分，
人生的软弱啊，搁想讲要求上帝来帮衬吼，迄种的情形咧嘿。嘿，安尼，啥物人有要来分享无？啊，当你敢有要？碧东你敢有要？阮免题啥物款？碧东牧师。迄个我伊三听，这是吴威廉甲迄个吴马列。吴威廉列是毋是迄个马介会啉迄个会做，本来是伊的助手嘛，是毋是？对，吴对威廉嘿嘿，是马介了后上杰出加拿大派来台湾的宣教师。加拿大教会迄当阵，长老教会甲其他的教会要合一，成做一个加拿大联合教会。啊，总是有1/3的长老教会讲无爱，阮要做加拿大长老教会，所以就无去联合教会内底。照你讲，吴威廉伊是属伫联合教会迄边的人，伊就爱离开台湾，因为迄当阵有决议讲，联合教会无要派宣教师继续伫台湾，因为马介真强势，讲干那伊即个教派的人要对伊就留落来，无爱对就拢出去，所以大部分加拿大的宣教师就拢转去加拿大啊。干那吴威廉讲不要紧，我要留伫遮做工课。所以吴威廉就留伫台湾继续宣教的事工。伊是一个建筑师出身的，非常有看代志甲看事情的计划。迄当阵双连河做双连皮，是落雨就会淹水，是落个梅仔的所在。啊，毋过伊伫100年前就讲，即个所在一定会发展，所以爱甲附近的土地买起来。要伫遐起造一个宣教中心，爱有神学院，爱有教会，爱有病院，爱有学校。所以迄当阵伊的规划是甲台湾神学院为淡水，啊是讲为山顶牵线来到马街病院，即马双连教会迄个所在，甲附近的土地拢甲买起来。即个时阵，台湾有一寡人就笑讲吼，即个番啊，头壳毋知伫想啥。要用信道的钱伫遐买迄个土地，实在是戆呆。啊，伊听了后足细心的，想讲吼，我遮尔用心计较，遮尔做遮个代志，啊，煞无法度得到认同。伊伫淡江中学去做校舍的时阵，伊用心内的拿度落去起，所以有迄个红砖仔是非常古典、非常水的建筑物，留到即马，嘛是迄当阵规划的。啊，因为伊的远见无法度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比较人心倒退落去，就讲想煞煞去啊，要来转啊。啊，因太太就甲讲吼，啊，毋通安尼，所以伊就写即条歌来甲因人勉励啦。对，安尼我是想起来斗毋着人去，对。差不多是安尼啊，嘿。啊，我请教一个吼，我直接请教一个甲这无关的，就讲咱教会公布，若愈宣教师拢叫姑娘，啊是安怎会叫姑娘，无叫小姐？我无了解，我下批去请教罗启明。小姐敢若是较后来中华民国来了，才较侪人咧用诶。读文献敢若是安尼，佮较早。若是中华民国未来的阵，大部分拢讲姑娘较济。嘛是拢讲姑娘啊，是讲毋知有啥物，迄阵敢是拢叫人叫姑娘，还是讲因为伊无结婚，还是安怎？像小姐、先生、太太即款，拢是较后来的中国时代，中华民国来了才较济。就因为阮有去，阮读册会有咧读迄个文献嘛。啊，阮拢会去注意迄个时代差甲迄个艺术的变化，观察起来是安尼。我想嘛是安尼啦，应该是安尼，只是讲爱感觉讲佫爱确认一下。
小姐敢是迄个封建社会大户人家咧？对，迄款小姐。哦，先生嘛是啊，到尾民主化，大家拢会当变做小姐，变做先生。我有听过，看过一个迄个文章，小姐那像嘛是有一个特殊的行业叫小姐。哦，一路叫做小姐。所以有真侪人无爱人叫伊小姐，爱叫姑娘。这是我看到的文章啦，所以是甲大家分享。拄我讲到先生，我细汉的时阵，迄个簿啊，拢写讲什么先生，无论是查甫查某，先生就是教书的意思。对啦，啊，这是日本话啦，嘿。对。古早的中国嘛是叫先生，无论查甫查某伫教册拢叫先生。嗯，迄个图内底啊，有一个足趣味的所在，就是迄个内底查甫囡仔，伊的头壳破去，迄个囡仔是伊甲你甲伊迄种破去的喙片放伫一个盘仔底，啊，伊是伊甲你的手捧起来，要叫人甲伊斗连转去的，你敢有看到？是啊，所以我感觉这个所在伊足勇敢的，你看伊足勇敢的，伊着爱家己甲迄脆悠悠的伫咧吹转来，啊，佮放做伙，啊，就请逐个人甲伊帮咱甲伊放put together 放做伙。对呢嘛，爱愿意。就是，所以迄爱有相当的勇气，才有法度请边仔的人甲伊斗创安尼。你睇到跟他写甲足有呢，对呢，真正有加一支手呢。对啊，这个手伫遮。对啊，我第一届看的时阵，我记是因伫咧食胖公，现在遐尔啊侪人伫食饼，还是食什么物件？我毋知影讲是迄个囡仔的头壳破去。无即幅图，我就会当足直接的感受到即个修补的过程。啊，甲顶一幅图咧分享，伊咧食圣餐的，我迄个感受，可能美国的食圣餐的物件，甲咱台湾食的无共款，所以无法度互我联想。啊，即幅真正是我感觉就是因为通常人若受伤，反应拢是家己关伫咧房间，无愿意出来。啊，即个伊是真正是伊真勇敢嘛，家己佫芳家是芳遐迄落，即个真正是较特殊的所在啦。我拄则佮斟酌看嘛，感觉有一个所在真趣味啊，真符合我从细汉到大汉观察到的，就是修补的两位拢是姑娘，敢是就定定迄查甫的哦，毋知。迄个查甫的，迄个查用某这个查甫的，用迄个查甫哦，就感觉足趣味的。但是这个查甫的较毋情愿啦。你看伊的面啊，对，定定你看伊的面就安尼无啥毋情愿，伊就是感觉讲伊应该安尼做，啊，尽责任安尼念尔，较勉强。对呢，较趣味，对。毋过毋知影查某的面生是啥款啦，因为即摆伊看，咱是看到伊看照片，毋过看起来就认真。毋过看伊迄个感情，看伊啊，迄个就感觉讲是一个足温柔的女性安尼。有影。有迄个感，虽然无看到面，毋过有感受到迄个温柔啦。是。可能迄个毋甘愿的查甫嘛是受伊的温柔感动好啦，勉强来做。有可能咧，对。所以伫一个团体中吼，拢是足需要有某一个用谦卑温柔吼，啊有法迄种的款式，伊会当成做一种的无形的领袖的人。我感觉毋是讲敢若咱讲的领导，
伊就我明明安尼，恁就爱安尼，毋是迄种诶款式，是用即种足柔、足温柔诶即种诶谦卑诶态度，互人自然就幸福落来。亲像耶稣基督即个款式，伊是拢用自卑疼人看，互人自然就安尼愿意要做即项代志，要互即项代志来成。中因为一般间迄个语言的部分吼，其实是伊迄是金宝吼，迄是我家己想出来啦吼。因为伊迄是若照日本字吼，伊是写是金爱继续的继迄字啊。我是讲哦，迄歹念的，迄台语要念拢袂出来。哦，我想爱伊甲伊讲只金宝。伊迄就是用一个敢若伊迄敢若用一条细细条安尼会线啊，甲伊金线吼，甲伊用踢落去迄个芳内底安尼安尼补起来。敢若有几啊款无共款的方法啦。讲一款是讲两地啊，用两地黏做伙，啊有诶是两地内底有裂芳，啊爱看是安怎破去诶安尼。啊，所以中迄个囡仔，你甲伊讲，伊敢若无甘愿，但是我想，我伫咧看是即个囡仔伫咧看伊手里迄块讲，毋知爱到底咧倒位。是要安怎修？是要安怎补？因为这个是大问题呢。迄个头壳破去，毋是小代志。迄个即地敢会下，还是倒一地才会下？伊伫咧思考讲啊，咱要安怎解决即个问题？遮尔啊侪地，迄个 archaeologist 考古的人。有一届，因为我较早30几年前，我嘛有做过陶艺。迄个当阵，anyway， 总是呢，你要做即个你讲金补，你讲你要补一个物件，要用黄金来甲补，迄个物件嘛爱足有价值诶，再用迄个黄金来补，毋是讲你去什物路边摊诶一块碗破去。用黄金来补，是一个足珍贵诶物件，你才会当用迄个过程，迄个遐尔好诶材料来甲伊补做伙安尼。所以第一项代志就是讲，补会转来还是补袂转来？啊，然后你就爱思考讲，啊，敢会下，还是爱安怎来补才会水？有诶时阵空足大空啊，你用黄金落去嘛。拍袂起来，对毋对？所以就爱用一寡其他诶物件补起来，啊，则个顶悬则擦，敢若迄个擦诶色安尼。所以真有意思。我想迄个中迄个人呢，敢若是一个医生安尼，伫咧想看卖啊思考讲，到底有下还是袂下，还是来详细看卖啊，无伊迄个手揢遐尔啊悬，伫咧光线遐看。有人面生色，无笑就较臭，莫甲误会。伊伫咧思考，到底是要安怎创？对，真好诶图，多谢，你爱甲你诶奖多谢。我伊也甲你多谢你了较侪时间诶。多谢伊，无以为即个图爱就个还愈侪时间。真有意思，真有意思。啊，你这敢会当分享互人？当然会使啊。伊这吼，若讲要分享去你会当分享当咱嘛吼。拢会使，凊彩拢要紧。这是迄个伊起来，你这是 YouTube 啊，毋是？毋是，我只是甲伊用一个MP4，就是一个 movie 的迄个 file 尔。啊，你会当放你的 YouTube 或 whatever 拢会使。我只是下底，it's fine。若要分享去
去伫变做讲 Facebook 这敢会当？拢会 sure。使。你爱问你的 John 敢袂使？我有甲伊放伫个边，我有甲伊的 copyright，我写一个 copyright，讲是你的我讲是迄个图是 John 有诶，啊文字卡声音是你用诶，啊迄个啱先迄个就 animation 是我用诶，因为呢顶界用诶，佫有人寄倒来互我，我就感觉真奇怪诶。我咧，所以我想讲我若甲伊写清楚的，毋免佫寄互我看，多谢你。你无熟悉的人，我有熟悉，但是伊毋知影是我创诶。安尼啊，就是我讲，就是做趣味诶。所以我若是讲要甲伊变做 YouTube 吼，我爱安怎做，等下变做哦，你 YouTube。著甲我甲迄个 file 放伫个咱内底啊嘛，啊你著 download，啊你佮 upload 去 YouTube 就会使啊。哦，我会甲 download 落来，甲 upload 起来。 download 嘿，啊你著 upload 对。其实我伫咧用即个时阵，我就是因为我感觉是一个囡仔共款会学习诶心态，因为我感觉对即个台文拢无啥知，完全看无啦，可能伊捌我毋捌伊，啊所以呢，对，安尼诶话，我想足侪囡仔，足侪囡仔，你诶孙仔，足侪囡仔拢会当做伙学。Yeah。嘿，安尼，梁光兄伊甲迄个文章，用甲较简单，所以呢，对我来讲是足大诶帮助。哦，我嘛了足侪时间，要写底足困难呢。我要写底爱足困难。中间我想，我想要嘿看迄个原底的长版的，因为我就想要知影迄个 AI 前后改过没。有，好啊。对，因为我嘛是感觉写底小困难的，毋过竟然有法度到做即件代志。Yeah。嘿，你爱甲伊讲诶时阵，你爱共时阵爱甲伊解说讲，你问啥物问题？因为你问 AI 你安怎问伊是上重要诶。你写诶物件重要，但是你问 AI 诶问题嘛是最重要诶。对，嘿，有影。Yeah。我诶经验是安尼啦吼，你变做讲你每一段吼，你先甲讲好，你即篇要写几段吼，啊，你主要中心思想是虾米款吼？啊，你每一段吼，你莫做一棍甲问吼，你讲好，我要写一段，差100字还是150字内面吼？啊，我要写啥物物件？啊，你家己先，你诶意见就写，啊，对，啊，无你给我写150字出来，啊，来第二段，你过来讲好，我要写啥物物件？啊，你嘛先写，啊，你好，你拜托你给我写100字以内，啊，你斗来，你若5段，啊，你较甲斗做一篇文章，啊，了你搁去甲伊写个含你诶中心思想较下，所以是我是感觉即马即个别个 AI 我较无咧试，我毋知影吼。但 Google Gemini 吼对台文足优先啦。阿勇嘛咧讲，对。足优先，你敢若甲伊讲台湾语，伊就甲你，伊也袂甲你走去免进去啊。我咧足简单甲伊讲，你若去别位诶吼，啥物 Cloud 啊，啥物物件吼，你甲伊讲台湾语，伊甲你走迄个繁体中文出来啊。哦。所以是对咱足优先啊，而且好处就是讲吼，有时咱即摆咱诶头壳咧 generate 思想无较紧啦。啊，伊这就是会当生成嘛 ，generative 哈，伊会当甲恁一寡迄个咱想袂到诶资料，伊会 pop up 出来，啊，咱会当去捡伊诶，捡伊讲伊说袂歹，咱应该会当甲伊放入安尼啦，嘿。你敢倒位通看原底足长诶？我较寄互你啦。好啊，我寄互你。迄个信息是你讲你提出来，还是 Gemini？ 我信息是我想诶，我OK good。以后我就想着这首信息嘛，因为我这足下迄个信息诶意思嘛，吼，就是讲谦卑啊，来个有群体伦理，哈，互相哈，啊，而且个有一个信心诶帮助啊，安尼啦，哈。这是基本上迄个信息是我想，所以是
伊即马伊就足厉害，即马去掠着讲迄首信息了，对无吼？啊，你即马叫伊讲，伊颠倒迄个信息伊无 generate 出来，伊颠倒怎啊去找叫雅各书啦，吼啊，叫啥物？叫几啊？伊靠着介少 generate 4位至5位的经节出来啦。我会感觉安尼伤长啊！这是慢慢还叫做啰嗦，啊嘛个所以好佳哉你咧，今年你逼我讲爱写一个底版的，我是感觉写底版的时阵吼，会互你去想较深，感觉讲无需要的物件甲当去杀咧吼，剩是上精华的安尼啦，咱咧做艺术的人，可能嘛是安尼啦，你就是讲。爱是画一个 plan 嘛，吼，因为有些咱咧讲话拢安尼，啰里啰嗦，爱修改过来改，我家己办事，对。好，安尼今仔日到这，明仔载今仔下晡吼，今仔要听你咧今仔明，咱遮明仔会知啊，台湾的下暗吼，迄个论坛吼，要来甲主持一个。读到的广播的节目文章，迄篇文章我有小可读过，我感觉嘛足趣味的。伊迄就是咧讲1965吼，1965的时阵有一个迄个美男去的宣教师，伊本身是一个会计师，伊咧引用一寡即个美国的一个商会对台湾的报告，而遐咧讲台湾的即个经济发展，来了，但是伊是主要是要。论迄个做上帝管家，做上帝管家，即种管家概念吼，我是感觉讲真趣味，就是讲普通是较主流教会，较会想讲有即个做管家的概念，较 evangelical 的吼，较注重自我的家庭，家己的家庭，迄就是典型伫。Focus on family， 美国一个较保守的组织最近即个有走出来了，最近就是迄个 Pope Francis 含迄个最近迄个 Vance J.D. Vance 伊 Pope 要过身进前，伊是少数含伊几点钟来讲过话的人啦吼。因的对话就是讲，听即种物件，敢应该有一个同心圆啦。了，你先听你家己厝边，听你家己厝的人，来慢慢较扩大啦吼。迄个 Pop 是无应该安尼啦。JD Vance 是想讲爱按听家己的家庭出发，这真趣味的问题啦。但 anyway， 所以是明仔载。听期待要来听论坛的，做伙读这篇文章啊咧。就读册会啦，其实对，嘛毋是分享，就大家读册分享安尼尔。是咱论坛的时间，咱论坛的时间。是。好，无今仔就到这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感谢。再会。拜拜，多谢。我鼓励大家吼，尽量来写啦，我甲几个人写啊。我都较袂晓写，较无迄种。要今仔训练啦，训练。对啊。拜拜，拜拜，拜拜。